我们各位莲友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那个大觉老法师啊往生了，今天呢，师父刚好利用这个早上的时间呢，我给他写晚年呢，写了6、7章嘛，写好了，接着我就写这一章末宝，想说我最近这几天刚好很忙啊，没有时间写，那么我就写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个缘。弥陀大愿无边际啊，阿弥陀佛的大愿。他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啊！要广度所有十方一切苦海众生，他的愿太深太广了。他的大愿要用名号来救度苦海的众生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别人没办法救的哦。阿弥陀佛说：“我绝对不逃避，我也不远离，我一定要勇往直前，我绝对让所有这些要堕落沉沦的苦海众生。”有一个希望，只有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，他无边际，你看没有界限了，他无量无边，没有一个范围。你看他这个愿是多么的殊胜，多么的广大，这就证明他的慈悲无量。恶道众生不排拒啊！你看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这种类型的众生，他不排挤，他也永远不会排除你，不会拒绝你。只要你肯愿意相信，念个佛号，我照样救度你。你看那些在恶道的众生，畜生是不懂得是非啊，不懂得好坏啊，他没有判断能力啊，一直为非作歹呀，不该做他去做了，所以你看，这叫做畜生道。恶鬼道呢？你看奸贪呐，一毛不拔，非常的吝啬，从来都不会结缘，不会布施。这个在恶鬼道里面。地狱道就嗔恨心特别强的人，经常愤怒无常，他那个心永远不平静，然后老是感觉到别人对不起他，他一直想要报复这样的这种心态。对父母又不孝，对朋友讲话又没有守信用，伤天害理，忤逆不道，这种众生就是在地狱道。阿弥陀佛也不排挤哦，虽然你这么坏哦，这么糟糕，这么差劲哦，但是所有的恶道众生，他不排除你，也不拒绝你，但要念佛悉救济。你只要念个佛号，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靠他的功德，他全部都给你救济，就全部都救度，让你有希望，让你有将来，让你能够有个依靠，有个归宿。你看佛这么慈悲，为我们考虑这么周详，救济完了之后，就远离沉沦，永无际，恶道的众生就可以远离了。从今之后可以跳脱沉沦了，不会再堕落了，就不会再受苦，永无惧啊，永远都不要惧怕了，不会再惊吓、再恐慌了，就不会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我们简单几句话来凸显阿弥陀佛大愿、大力、大慈、大悲，对我们众生啊，可以讲说是无论如何，我就是救度这一种不会修行的众生，要堕落沉沦的一切众生。他就给你希望，所以佛是用这样的心对待我们的。昨天我在台北啊，我跟着莲友们提前庆祝观音菩萨的圣诞，我就讲解观音菩萨对我们众生的那种怜悯、那种慈悲、那种疼爱。哎呀，我讲到我自己啊，就受不了，我一直哭啊。在现场呢，法会的现场，师父也哭，满脸的泪水啊！我想到观音菩萨这种慈悲，你看，观音菩萨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他是老师哦，那学生是这么做的，你看老师那更伟大了，更不用说了。所以我们就由此可见，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的恩德，我们永生难忘。今天将这一章呢，简单讲解给各位大家分享，大家要建立起念佛的信心。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